7个大法官伫10月底落任，因为大法官的人事案搁伫立法院哦。11月开始，只剩8个大法官，其中大法官尤必祥一个人就爱负这2庭，即马卡手无够，宪法法庭要处理失宪案，速度嘛一定会受到影响。去理宪法法庭宣示失宪的判决，15位大法官有7位老鸟要伫10月底卸任，不过立法院还未排审大法官的人事案。 剩的8位大法官组成3个审查庭，在人力抗溃期间，更加罕见出现共一位大法官尤必祥，一人兼2庭。他相对是比较资浅，同一个时间开始任期的部分，就是以年纪大的为资深。那在一定量的情况之下，但是能够处理的法官的人数变少，我想这个在任何法院一定会造成处理速度会有延滞。 审查庭也有变动，原底是5个变3个，人力有影真欠。目前在任的无够9个人，只好由资历较低的大法官兼任。不过今年每个月新手的案件拢有强要100件，或者是破100件，累积的未结件数阁有400多件。大法官无补缴，毋但工作负担加重，相关的审查速度也定着受影响。这8个大法官对于重要的宪法判决有没有办法做成？那这部分的话其实有点两难，因为如果一方面人比较少的话，外界会质疑这个决定的正当性，但是面对重大的宪政争议，尤其可能涉及机关间的争议，它具有一定的时效性，那他们不做决定又不行。民间事改会分析讲，即马有的大法官面对重要的失宪案，判决恐惊真两难。尤其即马无司法院长，目前敢若代理的，等于是看守的角色，对重大的政策决定、人事安排、法律的制定，拢有可能动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